现代台语版圣经希伯来书第13章，着继续三亲三疼，着为吉日好款待出外人，因为有人安尼做，无意中接待着天使，着关怀受关家的人，亲像甲因伫当受关；着关怀受虐待的人，亲像恁本身伫受虐待。婚姻人着尊重，着保持纯洁的夫妻关系，因为上帝为审判私通奸淫的人，毋通贪财，家己所有的着知足，因为上帝有讲：我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。所以咱会当好胆讲，主是我的帮赞，我袂惊吓，人会当甲我安怎？着少年因带恁传上帝信息互恁的人，注意看因的生活甲结局来学习因的信。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直到永远拢袂改变。恁毋通互逐款奇异的教义带迷路，因为心灵较好，着靠上帝恩典来坚固。毋是靠食物，靠遵守食物规例的人，拢无得到利益。咱有一个祭坛，顶面的祭物伫会幕内服侍的人无权通食。因的大祭司带精生的血进入至圣所，为着人民赎罪，精生的身躯却伫营外烧，所以为着要用家己的血，互人民得到洁净，耶稣嘛伫营外牺牲来死。安尼，咱着出去营外，去伊遐，甲伊同受凌辱。因为伫遮，咱无永久的城，咱是伫找迄个得要来的城，所以咱着通过耶稣继续将称赞的祭献予上帝，这是宣认主的名的人的嘴唇所结的果子。着为纪日做好事，互相帮赞，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祭物。着互将因带恁的人听叹因的话，因为因不是伫看顾恁的灵魂，通互因对上帝交代清楚。恁着互因欢喜工作，无吐气，若无对恁无利益。着继续为着阮祈祷，阮确信家己有清白的良心，以爱凡事照起工生活。我恳求恁着特别为着我祈祷，求上帝互我通较紧去恁遐。上帝已经互咱的主耶稣对世人中告活，伊通过耶稣所流的血，确立永远的约，互耶稣成做羊群的大牧者。愿这位赐平安的上帝，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，通过耶稣基督伫咱中间成就伊所欢喜的事。愿荣光归予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兄弟姊妹，我互恁的批无偌长，我劝恁耐心听我劝勉的话。我爱恁知，咱的兄弟提摩太已经出狱，伊若较早来，我会随时甲伊做伙去看恁。请替我甲恁所有的领导者甲拢总的信徒请安，对意大利来的信徒嘛要甲恁请安。愿上帝的恩典甲恁大家同在。阿们。